是毋是？咱咧做遮个工课，虽然讲咱即摆是一个修行人，但是咱咧做遮个工课时阵，咱是毋是已经渐渐落在表面上的一个功夫？来日班，乖乖来日班，但是讲师咧讲伊的，我想我的。日班的时阵，咱咧打妄想，咧做工课咧服务的时阵呢，可能会一面做一面埋怨。所以讲表面上咱看下是咧修行，咱嘛有咧食菜，做一个表面上的修行人，但是呢，咱内在咱的心敢有真正咧修。所以讲渐渐咱拢会必先甲修行变做另外一种新的实体。像有诶，咱下摆有时感觉讲，真诶，咱已经在道场久啊，咱渐渐甲参班当作是一种工课，甲参班入班当作是一种咱诶责任，一种工课。时间到，就是爱来做一项代志。但是咱渐渐拢袂记咧当初咱是安怎要修行。是安怎咱要来参班入班？咱听课的目的是啥物？咱参班的目的是啥物？咱导人、修传人的目的是啥物？咱拢渐渐把这个初发心、初心目的甲放袂记啊，而拢咧做这表面上、形式上的功夫，做这个工课，忘了初衷。变成一种习惯，一种自然，所以变做修行，变做另外一种新的实体。这实在是真恐怖一件代志呢，真正足恐怖的，因为在不知不觉当中，修行变做是咱的一个工课尔。咱拢会啥？会用应付的态度、应付的心态去做这件代志。这实在是足恐怖的。因为在不知不觉当中，咱拢已经咧成一个新的实体咧。咱拢讲，咱就是爱去干毛病，爱甲这变成一个实体，来甲去除咧。结果咱就怎啊使成一个新的实体，而且这个实体是咱不知不觉的，是咱认为这是对的。这是上介恐怖的。所以讲，如果咱若无经过代志的历练所以讲爱历事练心啦，修行就是爱透过事来甲咱磨，来甲咱练，练咱这个心，透过事来甲咱练咱的心境啦。所以头前去落空，其实就是咧甲咱磨，咧甲咱练。咱袂使落在环境，袂使落在咧磨咧练的当中去袂失去。所以咱拢有拄甲咱讲，爱守住这个义，爱抱这个义。咱绝对袂使无去，袂使失去。如果这个宗旨失去啊，这个本源失去啊，那安尼咱做足侪都落在表面上，做足侪都到尾拢失去原本的意义啊！所以讲，咱大家爱省思，真正爱去省思啦，家己爱自我反省。好，过来，头前咧讲的这6项就是外在。外在6种6种有正反无共款的咱安尼取舍先就这6项甲咱讲，爱打破这个观念，来即摆就是爱讲内在讲内在咱有这4项毛病，有这4项毛病第一就是自见啊，什么是自见？自见就是家己的看法啦。咱拢以家己的看法为看法，咱这种危险的，这种恐怖的，咱若以家己的看法为看法，那安尼别人所讲的，咱就听袂落去啊，因为咱拢是自我意识啊，我感觉安尼就是对的，所以咱拢讲会落在一种错误的观念，讲我都是为了你好，咱感觉讲过这句话，唔捌啦。咱以前爸爸讲过，真叫囡仔咧讲的讲，我是为你好，我才甲你讲呢，我这的养比你这的饭搁较济啊，所以这是经验谈，我是为了你好才会这么讲。所以咱都是讲，咱拢徛在咱家己的角度，以咱家己的看法去甲别人
讲嘛吼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这是咱家己想的。但是这真正是为对方好吗？在对方来讲，这无一定是好的啊。虽然讲咱的出发点咱是为伊好，但是这对对方来讲，这无一定是好。但是咱就讲以咱家己的看法为看法。所以咱讲有一种人叫做妈妈觉得冷，有无？有种人就是阿嬷感觉你会寒，所以讲吼你要加穿衫。啊，其实囡仔会袂寒咧，基本咱拢讲囡仔尻川3-4岁咯，所以拢袂惊寒。啊，但是咱就讲足寒，尤其咱讲老人较惊寒，啊囡仔袂惊寒。啊，所以吼，咱咧老人，尤其是阿公阿嬷吼，看到迄孙吼，遐尔啊寒，你咧穿短衫穿短裤，你袂寒？下一领衫咧，足寒咧，你下一领衫，啊明明你囡仔就感觉讲，我着袂寒，你叫我下衫，安尼是毋是？生过来啊吼，着袂哈，来去小生啊吼，所以讲吼，咱袂使以家己的看法为看法，啊，这后看，咱着去障碍掉，着袂明啊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用家己的看法，这其实就是一种的污名。所以讲爱不自见，袂使以家己看法为看法。啊，所以讲不自见就是爱有正见，爱有正思维，吼，爱透过正见、正思维，咱才有法度吼，来跳出这个框框啊！你若无法度跳出来，咱就落在当中吼，落在当中。所以咱着做有甲人讲，苦短心内亏欠。啊，咱若咁苦短？啦吼，拢护短啦吼，护短，吼有诶是讲吼，我保护我内底人吼，他自己的人我护短嘛吼，所以只要交我有关系，交啊我不管伊对毋对吼，我就是护短就对啦。啊，有诶是去互咱家己啊吼，因为咱以家己诶看法为看法嘛吼，所以拢会讲我讲诶就是对诶啊吼，所以拢护短，咱会护短诶就是心内亏欠。心内亏欠，所以吼，甲咱讲自见，这是真正护短的隐藏高手吼。护短的背后，上个大个就是这自见啊，自见、自我看法。啊，过一阵咱听家己爱想看下，咱是毋是定定拢以咱自己的看法来去对待一切的人事物？那安尼就危险诶，因为安尼吼，咱袂去听别人诶意见，咱无法度去看到其他诶一面，咱互家己诶看法障碍了，就像讲咱戴一个有色的眼镜，咱戴有色的眼镜去看一切，拢是有色诶，无法度看到伊诶清澈，无法度看到伊诶原貌。咱都有挂过迄个有色目镜无？有挂迄太阳眼镜哦，墨镜、太阳眼镜迄挂了，暗面啊，看拢暗暗啊吼，都袂清澈啊。啊，自家就是安尼，就可比咱挂一个有色眼镜挂掉的，啊，咱所看出来一切拢是有色的，无法度看清澈，所以就法度平。所以要平呢，咱来去甲迄个有色眼镜拿掉、摕掉。咱就法度看会明啦，所以爱摕掉就是爱有正见，爱有正思维。啊，第二个啥就是自私啦。啊，自私就是啥？自以为是啊，啊，就是有头前迄个自见，有家己的看法，以自己的看法为看法，后壁就会产生自私。所以我讲拢对，我家己做拢对，我的看法是对的，我做的是对的，我所有的一切拢是对的，所以。自以为是啊，家己做毋对啊，我毋知，产生自以为是。啊，自以为是呢，咱就无法度吼，做毋对，继续咧错，一错再错，这成无法度彰显啊吼。所以讲，自以为是，自命不凡，真诶这是成功的绊脚石。咱人若要成功吼，千万袂使自以为是啊。然后这个毛病吼，这个人要成功吼困难啦吼，所以讲咱脸书内底嘛有甲咱讲吼，伊讲自以为是而不可语入尧舜之道，故曰得之贼也。
民主甲咱讲，咱若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啦，吼，伊就无法度入尧舜的哦，无法度入尧舜的道。那尧舜就是尧帝尧舜帝吼，啊尧帝舜帝伊所提传这道，吼，就是天理嘛，吼，因为伊是圣人，所以说圣人所留的这是种法则哦，这是种的道。啊，咱若自以为是，咱就无法度下道，吼，无法度入圣人之道。那安尼咱这德就无法度显，因为是德之正嘛，吼。贼啊，甲咱的德拢偷了去，所以自以为是，甲咱的德拢偷摕了去啊，咱的德就无法度去显露出来。所以一个德性吼，一个有德性的人，伊绝对袂自以为是的。所以咱看迄有前辈者，迄有德性的人吼，伊敢会拢讲我讲的是对的，袂呢，拢无即种的特质哦，伊拢会就认真听咱逐个人的意见吼，啊，以逐个人的意见为意见吼。大团体会当圆满，哦，这就是一个有德性的人。啊，所以咱培养咱的德性，千万袂使自以为是，吼，袂使自私。咱搁来自发，其实咱就感觉讲这都有元素来的吼。咱来自以为是的时阵吼，我感觉讲我做的是对的，人迄个你想感觉吼，洋洋自得，讲我做的是对的啊，所以你会讲讲我很厉害，我很优秀，我做很多，所以你就有自发。自发就是吼，拢夸耀自己，拢讲我做有够济，我做有够好，我功劳有够大，这就是自发啦。啊，即种人诶，足侪呢，即有足侪人吼，拢足惊别人毋知影我做偌济，所以做一点点啊，就希望大家拢看会到，拢要显互大家看。你甲看我已经做遮尔啊济，吼，我得偌，我考偌好，我考试考偌好，我即道公司表现有偌好，我去比赛得偌好诶名，我即件代志做了有偌好，我去趁偌济钱，拢甲咱好诶，咱所做诶吼，一直表现出来互大家看。足惊别人毋知影咱做偌济，足惊别人毋知影咱有偌厉害。这是通大部分诶人拢有即种诶心态，自发啦吼。啊是安那吼，啊讲自发就无讲吼，就是咱常常咧讲迄个牛舞地共款啦。咱牛舞地是做有够济，所以大王做事要来动牛舞地诶时阵，牛舞地甲伊问讲，我铺桥做路做遮尔啊济善事，有偌济功德？大王讲偌济？无功德啦，是安那无功德？因为伊自发，就是自发，所以拢无讲伊啦。伊认为伊做足济，所以伊就来自发的，啊，所以恐怖吼，无彩咧做，做遮济，结果咱的心态也无变吼，无彩咧做咧。如果讲咱咧做在这个自发当中吼，真正是啥物拢无去啦。所以大无甲伊讲是无功德，足无惨的吼。啊，所以讲这个功，大家拢希望有这个功啊。然后我爱天公立地来，啊有这个功，啊功是啥？功就是好的物件，大家拢爱吼。啊，这个功吼，其实爱啥？爱藏袂使显啦，爱甲藏起来啦。咱若厝内底上爱宝贵的物件，咱家藏现现，还是家藏起来？藏起来啦。咱兜的迄个外口客厅电视柜内底，敢有藏金仔选少的？无啦吼，咱金仔选少都家藏伫咧保险箱内底，保险箱啊，都家藏掉，收的好好，足惊贼仔来去偷摕去，足惊互人看着讲咱兜有偌济好的物件。足惊人知咱偌济钱，惊人知诶珍贵诶物件、宝贵诶物件，咱绝对袂显出来互人看，拢甲藏掉诶啦。所以讲吼，咱爱家己藏起来，袂使家己显出来啦吼。爱显诶人会啥？会爱面子。你会显啦，就是因为你爱面子嘛吼，希望人知讲我偌济，吼，我偌济咧迄落家己人，所以甲上好诶物件都展出来，迄就是爱面子啦。但是爱面子诶背后咧，会带来一个攻击、争夺、嫉妒、抹黑、愈等，后壁人吼，即间人，即间厝诶人吼，足好意啊，实在袂来，吼，啊你愈等你偌济人，他后壁就甲你攻击啊，甲你诽谤啊，甲你抹黑啊，这种相对诶啦。所以讲吼，迄宝贵诶物件，即讲这宝贵诶物件，咱家己藏起，毋使家己显出来，吼，爱知影藏诶，要藏。爱即种功夫呢，吼袂使有骗吼，所以讲爱不自发，不，这无就是爱藏，吼，爱这讲
收会掉，啊，咱若毋知红田吼，这讲吼就无去啊吼。所以讲爱推广来过，吼，推广来过来各拢咱来讲吼，别人来来当做咱呢，这是一种的洒脱，一种的实境。啊，倒边后叫做拔功推过吼，讲家己偌厉害，啊，各拢是我的，啊，这就是一种的算计，一种的心术啊，啊，这都是无好的。啊，所以吼了解了呢，咱就爱选好的吼，哎，甲讲落互别人，啊，各拢咱家己的，安尼其实无形当中其实是咧累积咱的功啊，啊，这是无形的吼，啊，所以讲咱袂使看在有形吼。落在有形当中，那过来就是第四个自矜吼，啊自矜就是啥？自视其能力，骄傲自大啦，这是拢连说，他说自发了一定自矜诶，讲我偌厉害，吼我比你偌济了，就是讲吼，所以我就高高在上诶，吼我足骄傲足自大诶，啊这种人无法度成长无袂长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这是延续拢一定有即种诶关系吼。所以讲，咱人会自大，会自大吼，骄傲的是啥？因为对亲情吼，其实是恐惧的啦。伊就是种恐惧的心，伊才会吼，无爱互人知伊会惊，无爱互人知伊种恐惧，所以外在表现出来足骄傲自大，其实是咧暗藏伊内在恐惧，伊内在不足。所以愈骄傲的，伊咧甲你个负责甲你背后，就你有足不足的所在，啊，伊就是咧暗藏，所以表现讲爱足沉的，我表现到我足厉害，对吧？只是咱拢咧暗藏，啊，是咧真正有诶，伊表现出来呢，看起是足无诶，伊已经充足啊，伊内心充足啊，伊啥物拢无欠啊，已经内在充足，啥物拢无欠诶人，伊开个点啥物互人知，拢袂啦，伊平常就足自然诶，所以咱来看迄种吼足自大诶人吼，咱上细个看是已经是咧暗藏啥物物件。啊，所以讲当咱去反思咱家己，当咱若有即种心态时阵，是毋是开始学啊，向回去学啊，咱咧暗藏啥？咱是毋是啥物无好，所以咱就是咧甲暗藏，所以咱外在表现出来吼，无爱互人知，隐藏，就像咱咱即马青少年班吼有一个题目要互因学习的吼，叫做讲吼，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评价？内底有讲到。周哈里窗吼，这可能有的人捌听过啦吼，一种心理，人讲迄个心理辅导的，有一个叫周哈里窗，甲咱人吼分做四种吼，一种就是你知我知，大拢知，这就是表明大拢知的这我；啊，第二种的叫做你知我毋知，你知影我的袂好歹，但是我家己毋知，吼；啊，第三就是我知你毋知。啊，第四啊，就是你毋知，我嘛毋知，落在亲情、亲赞的，这都毋知这。其实咱有唱足济，啊，咱就是爱慢慢吼，透过如果讲咱有即种的精神，有遮的自见、自私、自发、自矜，有即种表现的时阵，咱就爱向内来看，看即种我内底是唱伫倒一项，可能是迄个无知我吼，别人毋知，我嘛毋知，咱内在亲情有即种的。毛病，咱就是咧暗藏遐，所以咱会产生才会表现出来，吼，向回去甲伊学出来，慢慢去甲伊学出来啊，渐然后愈来愈深啦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咱甲佛祖就讲着，讲吼观无法身无实了，真正的境界就是安尼啦，真正德性就是安尼培养出来。老佛祖咧问啊，迄是地主啦吼。无，迄是拢有厝咧问的啦吼，他问讲拄仔好伊甲有几个地主伫遮讲吼，你有啥物志向啊？咱定定咧问讲你有啥物志向吼？你有对未来有啥物愿望？有啥啊？主路就讲吼，迄外期嘛伊轻轻吼，伊朋友中吼卖一字无项，讲我的物件吼，互人用，吼我的衫、我的袜啊，加车互人用歹去，我嘛袂心疼就对啦。讲家己的愿望，啊，然后就讲，我无法身无实了啦。伊袂去甲伊的好，吼，袂去甲伊的讲着表现互人知，
知啊。我著应该安尼做，我是安怎做囝会出来无知？我希望讲我做甲互人拢毋知，我即种囝也是足惯的啊。无要互人知呢，啊，咱即摆毋是啊，拢倒变，咱拢希望大家拢爱知，爱两边啊，所以咱个学习性吼，爱慢慢吼，爱内敛啊，毋通外放吼，爱学习内敛。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即四项，咱若法度做到无自见、自私、自发、自经，头前斗一个无，这无就是功夫啊，吼，卖吼，袂使有这物件，所以这无要达到这个不，就是咱修持的一个功夫，吼，爱这功夫，爱迄功夫，啊，若有法度做到安尼，咱就袂生，啊，若无做这无甲伊摕掉的话，咱就会生。会知啦吼，拢家己的看法啦，全部拢有我，当中咱甲看到有一个自就是我，所以咱这个我若无摕掉，咱就去甲人争，啊，要无甲人争，就是这个我爱摕掉，我若摕掉就袂知啊啦，真诶吼，只要咱甲这个我摕掉就袂知啊，咱家己试看卖影吼，拢家己甲这个我摕掉，即项物件。吼，就是我话你讲，即项物件是，大家下，你睇着个争，你就袂叫人争嘛吼。咱会堂是大家下，吼，所有物件是大家拢是我的，咱袂争，吼。啊，所以讲咱袂争，啊，天下无离有之争，袂争，咱无叫人争，咱无叫人争，别人就袂叫咱争嘛。无一定的吼，无一定，咱无要叫人争，别人无一定。嘛是有可能叫咱知啦吼，所以讲遮讲要做到天下无离有之争吼，其实就是咧讲啥？讲每一个人拢修家己的德性，我修我的德性，你修你的德性，在修德性这件项做内底，无人会叫咱知，拢袂知啦吼。所以讲真正要做到无离有之争吼，是其实是咧讲修德这件工课吼。所以讲，为头前迄六项吼，六项相对的修炼，透过外在的修炼，就是要互咱内在即四项互伊无去，吼，不自见达到平理的实境，不自私达到显德的作为，不自觉会当互咱万善自立，不自矜吼，咱谦恭雅约，吼，透过外在吼，修咱内会达到修咱内在啦吼。所以讲，经过外在六种的历练。叫咱内在四种的淬炼，合起来会晓形成着咱智慧的结晶，三成不争的心境。哦，所以要三成不争啦，吼，真正做到不争，就是爱透过外在迄六项，交内在即四项的功夫，吼，咱都会家己做，吼，就咱是啥三成要不争。好，所以最后甲咱讲。故之所谓曲折传者，起其言在，先传其规矩。所以讲吼，故之所谓讲较早的人所讲的遮曲折传，而且毋是只是讲曲折传哦，伊是讲是头前迄六项啦，吼，伊只是以曲折传去代表着头前迄六项吼，曲折传、往即必、歪即言、背即心、笑即极、倒即铁，来记这六项。咱即六项吼，毋是拢有注意讲，这是古早人所讲的吼，古早所传落来啦。讲古早所传落来，遮个道理啦吼，敢真正是咧甲咱欺骗的啦。讲遮个道理实在是确实是正确的，非常正确的道理。所以讲吼，咱就是爱照着遮个道理来去甲伊行，吼，来去甲伊行。啊，所以讲这就是讲，甲咱讲，确实这毋是拢有做家己讲的，讲这是古早就传落来。那这个道理吼，拢是确实的，对咱有帮助的。所以讲吼，咱爱照着这个道理去家己做呢，安尼就当万德高贵吼，修着处德，爱修处德，做咱修行的一个皈依。所以讲，这就是跑义啦，爱跑义啦，要做到不精就是爱跑义啦吼。所以讲，咱以后就感觉，拄则无讲，遐同想着。所以讲，今仔日讲即种吼，咱就去想着咱老师听来咧甲咱讲，咱大家嘛拢会晓念的，咱就较念一段吼，咱大家若知，咱就当去念。咱老师都讲，我们修道
修心，我们办道静心，我们不与人家比短论长，我们不与人家争强斗胜，我们是苦海与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座桥梁，任人践踏与毁谤，我们要低下头，我们要理直气壮，我们要刚才我们要理直气壮，来嘞。不错，没人爱唱。我们屈身自如，我们悼念坚强，我们不白牺牲，我们不白过时光，我们不白来人世上。这段话，我今日要讲的这种，就是要讲咱今日要讲这种啊，就是爱结会些贵顶任人践踏与毁谤呢而且我们要低下头啊，我们要理直气壮啊，我们要屈身自如，就是要有这个曲的，要有这个曲的感觉，屈身自如啊，委曲求全啊，你像在这会里，我们要悼念坚强，悼念坚强其实就是抱伊的功夫，咱若有抱伊，咱得让悼念坚强啊，所以我们要不白牺牲。袂使做白功夫不白牺牲，咱所做的牺牲奉献，要真正会当不白牺牲，就是袂使自私、自见、自犯、自矜啦，拢袂使有这啦。但有这，咱就无参与牺牲奉献。所以不白牺牲就是袂使要把这个不提出来，然后看看不白过时光，不白来人世上。所以讲，咱了讲，对啊，咱老师讲的其实都好讲。这种这结合，所以讲咱也感觉最后是问心无愧，就值得了真正这个问心无愧，那呢，我们人生就值得了。咱若心有愧，表示咱做了无够。在放这条歌，今个是爱放袂放钱的。这咱的物件伤久无用啊，伤久无用即摆都无去家饲呢，咱就足侪毛病，所以咱讲先写词本好帮咱。问心无愧就值得。
心无愧就值得啦吼。虽然这我还咱问咱的心嘛吼，啊，毋是问咱这有心吼，也问咱这本心吼，咱这德心吼，真正做到问心无愧，哎，咱的人生才真的有值得吼。那这是咱对这种一点仔心的感受啦吼。后边也吼是咱做一个整理啦吼，啊，就无解说啦。啊，所以讲咱这间吼开始是无好迄个体会，啊，咱也非常的在所难吼，无法度真正甲咱老夫子的意见甲伊显出来，就是讲，借着咱也一点仔体会，一点仔心得，与咱自己真诶做一个分享。那在刚才过程当中，如果讲有有所错在的所在，在盼望咱神会当下罪，咱各位点行书，各位真诶在地，会当甲咱调多包涵同指正。最后求救注意真诶在地，身体健康，道无妨，对大家欢喜笑欢谢谢。哦。